嫂啊是破病对无？对，伊破病啊，尾啊嘛是离开。嘛想走啊。对啊。哦，伊发现的是已经是末期啊。袂记啊。啊，我呢尽心照顾伊，拢无离开伊安尼吼，我年较低尔，较久伊嘛无我顾啊。哦，知影你的意思。对啦，较久要伊若要走就先走啊。哦，啊这讲倒转来就先讲人的缘分，哦，缘去缘灭，哦，由不得你。这个就是阮贵姓阿嫂。哦，是贵姓阿嫂啊，阮哥哥去迄个屏东迄个老师遐，啊，且请老师给做这个陶雕的。上好的疗愈就是家己会当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，先去别个所在吼。尤其本来都有嘿，所以我就建议讲，无咱来去屏东遐做一个厝，啊，就近对王明龙老师来这个陶艺，这段时间对于伊行入陶艺能够走到你看那么大的作品。这种真大的帮助的对。啊，那个老师也给他很多的启发。